其實好多新抱心入面都收埋一句唔好意思直講嘅說話。幫親生媽咪洗腳係孝順，幫奶奶洗腳係本分。對住親生媽咪有委屈可以直接講，唔使時刻就住就住。但係照顧奶奶，總會下意識多一份分寸感，驚死邊度做得唔夠好，長期繃緊神經，身心更加容易攰。但係有一位聰明嘅新抱做咗一個決定，佢將奶奶同親生媽咪一齊送咗入深圳蓮塘街道長者服務中心。呢度最大嘅唔同係有人幫佢分擔咗嗰份唔好意思開口嘅壓力。專業護理員24小時輪更，經過系統培訓，脾氣好，有耐性，唔會因為老人家鬧情緒就唔耐煩。餵飯、翻身、量血壓，提佢哋食藥，樣樣都做得好細緻，比新抱更加有力水，照顧好兩位老人家。雙人式老化房間，安全扶手，防滑地面，緊急呼叫鐘，全部配齊。真正嘅好新抱係識得用專業嘅人幫自己分擔呢份責任。如果你都喺照顧奶奶同親生媽咪之間左右為難，不妨先帶佢哋嚟睇下。